金、水、木、火、土5種元素所組成，而當中運行變化中相生相克嘅規律，就係幫助我哋喺生活中揾到平衡同化解萬事萬物喺發展過程中所衍生嘅各種矛盾同衝突嘅核心規則。而命理指嘅係人嘅命運人生以五行共鳴操作嘅原理，因此五行命理嘅知識唔僅僅能夠令人深入理解自然生態中五行規律嘅力量，仲能夠運用呢啲知識融入生活嘅實踐，幫助預測人生命運嘅走向，往符合自己有利嘅方向前進，從而輕鬆咁實踐人生中嘅目標同理想。